闻佛弘扬旗，掌天盘。灵山会弥勒古佛白杨旗，掌天盘。龙华会万八载气数足天使成就，又待至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，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，地完全智慧会数尽，智是圆满，母会圆灵收回，又会灭地，虚会灭天，海会重回混沌清气，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，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，上升则为天。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，此为气界所居之处。重浊之气下降则为地，大地为重浊之气所凝结而成，形成了土海山川，此为象界所居之处。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，万类生全子会开天，丑会替地，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。寅会之时，天地阴阳之气相交，日月叠相交替，阴阳阴晕而育生万物品类。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，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。无极主静，属理天；太极主动，属气天；黄极主化，属象天。道即理，理即道虚灵之妙道，生一一，生二二，又生三道，即是理。理即是道，至虚至灵，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。道本虚灵，能生一，一能生二，二能生三，三能生万物。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三才，三才者天地人，万物因之而生，生化万物图。e://LCC_LCC_2/ 意图象极，生化5万点。JPG 天既成地既立，万物其备，东土地无人焉，缺少女男，天地既成，万物以其备，这就是象天，亦称娑婆世界、堪苦世界、苦海、此岸、东土等等名称，不一而足。这世界被创立之后，尚无人焉，缺少男女，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。那时桀为母，我无奈之处，方舍我救六子七将凡间，由于天地有定数，子会开天，丑会替地，寅会需要有人降生。时机已至，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，才舍下皇母之96元胎佛子，以其降临凡间，接受种种历练，屡次的差援佛东土，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置番，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援佛子下凡降临东土，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，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。无奈何为我造下血救三山托洪罪了菩萨佛，身在无可奈何之下，老母娘只好造下血救
就是在三山多红醉了，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。设一个大仙时期来洗澡，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。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仙时，好让大家一起来洗澡，而趁机会将大家的仙衣仙鞋都收回礼。天众佛子就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仙衣鞋，可在哪边？众佛子就醒之后没来，却见不到老母娘，又不见仙衣仙鞋。为娘，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。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再敛老母娘，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，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，并且呼唤众佛子速速往东土而去，千万别再留恋于礼。天之舒适自在，如若是仙衣鞋交与尔等儿，哪个亦不肯再是临烦老母娘？若把仙衣仙鞋交给原胎佛子，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，饿了吃松果子和饮清泉，到了凡间。若天气寒冷，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